家人在地前来看国历的3月23，白沙屯妈祖要到北港来进香。目前有12.8万的信众报名要行路来进香。云林至善文化协会延续着去年的活动，只要今年报名人数破15万人，就要抽奖来送出着一尊高智烧的妈祖，希望会当来推广着白沙屯妈祖进香的文化。 一年一摆，白沙屯妈祖进香，准备伫3月23要到北港，逐年拢几万名的信众参加。今年到目前为止，有12.8万名的信众报名要进香。甲去年同款，今年报名人数若有超过15万人，同款的抽奖送出一尊高智烧的妈祖。过来特别回馈一尊高智烧的妈祖，阮以下会公开抽出号码。 为了迎接白沙屯妈祖，甲10多万的信众到北港，北港镇嘛，希望讲用北港人的热情迎接一年一摆的宗教的大闹热。提供着咱北港体育馆、北港朝天宫后壁第2市场吼空间吼，来互咱的乡镇卡休困以外吼，嘛提供着咱游泳池，互咱会当做盥洗。 白沙屯妈祖准备伫3月18日起驾，欢迎全国的信众做伙对妈祖的脚步祈求平安甲顺利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